咱来看这条新闻，唔知你的感受敢有合理咧？这观光署公布114年呢，旅宿业调查，所有合法旅宿大房的人次是8209万人，比疫情进前搁较悬。若边境房价部分认真足听，一暗是2900外块，若面上边境的价销是2400外块。不过实际去问旅客，有人讲从来唔捌看过这款的价销，认为政府统计和民众的感受差伤济啊。 伫山林内窗仔外青林林整修了后的阿里山宾馆，3月花季开始了后的拜六，官网的介绍显示，山外全山景双人房专案介绍是29000，上顶级的套房介绍4万外。不过优势的地理位置加特别的景观，也是订单真济。日本时段空房敢若剩个位数。如果经济允许的话，我也想要去住住看，因为环境跟历史人文不是用价钱能衡量的。 因为如果以那样的价格，如果去日本啊，或者是说去韩国之类的，那我应该会更多的享受。观光署公布114年国内旅宿业大客调查，大宿人次8209万人次，热度已经超过疫情前。旅馆加民宿的平均价拢较免3000。观光署讲，将近80%的房价比平均水准较俗，显示大宿价销分布多元，消费者会当照预算甲需求来选。114年旅馆业含观光旅馆及一般旅馆的平均房价为2984元，整体增加幅度相较前期趋于平稳。有些价格我甚至觉得已经高于到我去日本旅行的那一个，房价大概2到3倍有。我懂环保议题非常重要，但是大家出门就会突然这个忘记带了，去了之后还要再额外花钱，就会觉得感受度有点不好。有旅客分享，一般1月假期去南部佚佗，伫离车站行路差不多10分钟的商务旅馆，无早顿嘛要用一个备品，介绍都要3000。或者讲旅客要伊的除了介绍，有价值一家真特别的体验，更加是关键。不管是国旅或者是国际观光客，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讲的情绪价值，或者是不管是 CP 值或 VP 值，就是我们讲的价格价值，都会非常要求。或者讲，一般人敢若会当伫假期出外佚佗，会致使对关价更较有感觉。若是有更较侪国际旅客来台湾填补平常时的住宿，安尼大月甲平常时的介绍就会当有劲。不过这2年来台湾的旅客无亲像较早较侪，敢若疫情前的70%，这嘛是互国内旅游大月介绍一直真悬的原因。记者采访报道。